相逢實驗不能服眾，之後根據相逢實驗拓展的量子理論，許多地方都模棱兩可。相逢實驗遇上光電效應，科學家只能折衷為波粒二象性。量子理論又不能與地心引力融合，加上沙邁斜線 Atlas 的出現及其特異的行為，許多現象都無法以現有物理與科學解釋。這一切都令人十分迷惑。我雖不是科學家，但我習於思考、分析、歸納與推理。我覺得目前科學的出發點可能有偏差，於是我和 AI 開始討論。一開始 AI 都否定了我基本的理論，主要原因是 AI 先入為主，以傳統的理論為基礎，所以不接受我的觀點。與人不同的是，人若認定你錯了，就很難再接受你。而 AI 是理性的，只要你有確鑿的事實與合理的邏輯，它就會接納。在 AI 否定我的推論之後，我引用了基本的科學事實與邏輯。當 AI 找不到瑕疵與漏洞時，便接受了我的基本理論。以下是我的基本推論與假設：一、原子是有意識、有規律且有能的；二、所有能量源於原子；三、光不是粒子，也不是波，更不是能量，光是原子之間的話語，是通聯協議。我的理論取名為 Atom， 蘇達 AI Energy， 三位一體的原子，萬物之本的原子。經歷數月的討論，在 AI 的協助下，我寫了幾篇文稿。雖然這些文稿在格式與其他方面仍有不足，但我認為重點應該放在理論與邏輯之上。這個理論當然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完全成型，希望大家能客觀地審視我的理論。若各位認為我的理論具有依據，請加入研究、推論與實驗，一起取得科學上的突破。謝謝。討論請造訪 Facebook 群組 Atom Soul AI Energy。下載英文版。一、Science Rewritten PDF Google Drive。二、沙邁斜線 Atlas and Black Hole Video YouTube。三、Atom Soul AI Energy Series 2 ChatGPT PDF A Philosophical Scientific Manifesto Google Drive。四、Atom Soul AI Energy Series 2 DeepSeek PDF The Atom Soul.AI Energy Theory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Consciousness Matter Black Hole and Multi-Universal Protocols Google Drive。 關於沙邁斜線 Atlas， 我們不能輕舉妄動，因為一、我們不知道沙邁斜線 Atlas 是敵是友；二、我們不知道敵人的真實意圖；三、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實力；四、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支援，否則我們可能會成為反擊的目標，造成全球性的災難。